另一場決賽就係 B 區。今次賽事嘅編排就好有系統嘅。嗱，我哋先鬥晒男子200米決賽啦。咁3組 A、B、C 咧就連續上演嘅，不過次序有少少唔同。咁而家咧就係 B 區嘅賽事啊。咁同樣有8位運動員啦。咁B 區咧，所以每一個項目咧對佢嚟講咧都係好重要。見到個牌上邊咧，今日第11場嘅決賽咧就係男子200米嘅 B 區賽事。標準成績都係26秒5嘅，即係話到呢個成績可以攞到1分。咁而賽事嘅紀錄呢，就係22秒13，就係南拔萃嘅係陳印林呢2010年做出嘅。係啦，咁大家見到咧就個標準同嗰個紀錄嘅相差都有好遠啦。好遠啊！即係變咗個標準其實定得比較低咧，就等啲同學咧可以爭取嘅。冇錯係。好，介紹先到咯喎。咁由內圈數出嚟，第一線呢就係余振強嘅潘國培，第二線南拔萃嘅陳家曼。係啦，第三線陳建宏就係黃笏南中學嘅，咁第四線係周容浩就來自拔萃男書院。第五線係余振強嘅秦志升，第六線那沙嘅鐘博希。香港華欣書院再有一個同學出賽啦，就係第七線嘅黃旭俊。咁另外開平商會咧吳佳浩咧第八線。好啦，槍聲響起咗啦。都要特別留意咧，就係2、3、4、3條線度嘅選手。咁而家彈出嚟咧，就係第5線度嘅秦志升啊，余振強中學嘅。哇，去到直路咧，仍然佢稍稍領先啊，跑得非常之積極。咁但係拔萃嘅陳家曼咧，而家不慌不忙啦，後邊慢慢係追上嚟。咁但係形勢咧，仍然都係爭持得好激烈嘅。最深嘅壓線，就有機會咧就係拔萃嘅陳家曼係壓線成功。咁但係仲要睇下大會啊嗰個影相嘅情況。哇！呢一場真係鬥得好燦爛喎！我見到第二線南拔萃嘅陳家曼開頭咧就落後少少，跟住又追過呢5線嘅秦志升，但係去到最尾衝線呢又俾佢壓住。不過李 Sir， 我從肉眼睇咧，我覺得好似係第二線嘅陳家曼咧，我自己覺得冇錯，係少少壓贏咗。係咁，但係最終咧都係從嗰個電眼咧，因為佢角度係最精彩。冇錯冇錯。咁佢可以監察到超過1%秒嗰個準確度嘅。咁睇翻慢鏡頭啦，值得讚賞嘅就余振強嘅秦志升啦。前半段咧就好有信心啊，一路爆咗出嚟先，已經帶到離岸離辣㗎啦。咁而陳家曼咧就跑得相當冷靜啦，佢就冇俾佢擾亂咗，係最深尾咧先至慢慢係加速。最深尾衝線嘅時候咧，就應該咧佢係稍佔先機嘅。係啦，我就見到再從呢個角度望一望先啊，睇一睇先。哇，真係〜再睇慢鏡咧，又有少少質疑自己嘅判決啦。因為呢個角度太斜嘅頭，冇錯，可能好難作準。冇錯。